相信每一位女士咧都希望自己係內外兼備嘅。今集我哋請到嚟嘅嘉賓咧就係公認美貌與智慧並重嘅郭藹明啦，等佢同大家分享下佢嘅護膚新智慧。Amy 真係好耐冇見喎嚇，你一啲都冇變喎，仲可以話咧係越嚟越後生添。嗱，我見你啲皮膚好靚啊，咁有冇啲咩護膚心得咧？唔好咁講，其實 Judy 姐都好靚嘅。我知道咧要 keep 到皮膚好咧，內外嘅美容都好緊要。其實皮膚每一日都會流失膠原蛋白，所以咧每一日都能夠補充翻膠原蛋白嘅話咧，就會係最好嘅。但係你平時已經咁忙㗎啦，仲有時間煲湯咩？有時啦，所以我會揀一啲補充膠原蛋白嘅美肌飲品。呢啲美肌飲品可能濃縮咗分子比較細，身體容易吸收，效果都幾好㗎。不過我聽講咧，你又好中意騎馬㗎喎。咁你知啦，曬得太陽多咧，皮膚好容易殘。你一啲事都冇啊？係因為我知道咧，紫外光會加快膠原蛋白嘅流失。咁除咗防曬之外咧，如果能夠補充足夠嘅膠原蛋白，好緊要咯。咁咧就可以幫你從內去幫你對抗呢個紫外光嘅傷害。今日真係好多謝你啊！ Okay. 想知多啲節目內容，click入以下嘅網址，有獎遊戲玩㗎。今日送你新智慧，想越嚟越 young 就要補充足夠嘅膠原蛋白。